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12日，旧历的5月初10，礼拜3。这个梅雨的锋面加上西南气流，中南部变大雨，这个大雨嘛造成意外。台南安平一个国小5年的小男生，对学校到渔光岛做户外教学，为了要避雨，走到附近一个竹仔坪骹，想袂到风雨伤大咯，甲竹仔坪吹倒去，怎甲这个小男生溺死？小男生是单亲家庭，家境无好，学校发起着募款，要斗3工。可以救他吗？加油，进来！大声一直喊，爱男学生加油，请过来，救护人员全力 CPR， 希望会当有奇迹。这场意外后，在场的老师艰苦甲一直好，出代志地点就伫台南的渔光岛。初10下晡，一间国小5年的小学生，总共24个人，对老师、教练来遮互我教学。其中有一个姓吴男学生，伊伫岸边咧等待，汹涌有一阵风雨，这个男学生就走去边仔，这竹边仔想要避雨，想袂到竹边仔煞风吹一倒落去，抓去逮着男学生。老师发现了后，紧报案，但是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心跳，抢救无效。因为下雨，所以案发地点离救护车还有一段的距离，因为泥沙。学生辅导咨商中心在隔天就跟我们班上的孩子进行所谓的安心辅导。这阵的归属检警也阁需要厘清。这男童是单亲家庭，家境无好，校方今晚嘛已经准备发动募款，尽上大的力量来帮助伊。